花市拍假特工队，网络消息是真是假？花市甲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讲互乡亲知。网络有咧传这个消息，讲食金蕉会当防中风，所以就有人拼性命食，才有三顿食。乡亲啊，这唔对哦。咱拢知影，这个血压若称伤悬，较会中风。啊，金蕉含有真悬的钾，这个钾吼对这个血压的控制是有帮助，但是袂当因为安尼就讲这个金蕉会当防中风。当然，含钾量真悬的金蕉是好物件，但是油脂较歹代谢。所以油脂无好，或者是低油脂的患者，这个金蕉颠倒袂当食伤多，也佫有这个金蕉的糖分较悬，若有糖尿病，原来袂当伤食。国民健康署的建议，一天上最，这个大字的半字、细字的一字，安尼上妥当。